朋友，今日过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观众朋友有看过冇都有教过快 Q 的通告冇？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係來自我哋屏東連絡鄉嘅國東人國泰國人啊現場。伊平常時呢，如果拿我哋生活地位可以驗到一些東西來做我哋快 Q 嘅通告，伊做出來嘅東西對幾多生意來講嘅話，如果感覺到幾神奇，因為幾多人去體驗看到。我哋今日有請到伊來到我哋節目地位，一同我哋示範講，讓我去拿我哋生活中嘅地位嘅東西，可以做我哋快 Q 通告。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國東人國泰國人嘅現場，國泰國人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的國東人。東人哥，你這個係唔同我哋觀眾朋友太約小姐一下子講好，這個做乜個開始會做入去我哋講歸快 Q 嘅通告啊？講來到80人嘅下吼，嘅連農農會啊，伊嘅農會嘅地方有3部門啊，有農事家政事件，事件呢，因為參加事件會嘅。因為個會員啊，大部分有生人嘅，會員因為咧，你想去做到安尼生人嘅教嘅東西啊，你往外講可能有法突破啦。嘅下你想講，伊安尼咩好呢？教安尼黐咩安尼完全有教過嘅東西，嘅下你開始你安尼因滿人啦，有滿人嘅吼，有啲位自家你會做，你開始慢慢嚟做啦。但是我想講。就像頭講嘅，像有啲我們可能係滿人啦，嚇，有啲話這個萬事要教過，這個萬事冇教過安度先咧，冇安度啦，教冇安度啦。嗰陣我都想講，你這個可以發展從安度嘅通告嚟講嘅話，你這個萬事應該過快樂呢，嗬。係啊，佢下萬事嗬冇乜嘅好機啊，你反正都釣嘅啦，冇都打怪嘅對啊，你想到嗬，有安尼拿到嘅東西啊，你會拿嚟做啦。因為我哋以前萬事。真的是我哋講玩具冇安度啦，可以搞嘅東西，可以搞嘅東西大部分都係天然嘅地方，好，處於野嘅時節啦，如方看到嗰種我哋講芒草葉啊，嚇，嗰種長嘅葉都是摘行落，攞用剪去修人啊，你冇攞拿到一啲竹嘅啦，嚇，攞去撻啊，好，都變成乜嘅東西，冇攞個以前啲環保有時候會用長嘅竹塊有冇？以前冇攞人哋嘅食飯咧長嘅竹塊，都係做嗰種竹嘅葱嘅啦，嚇，你沙西模樣咧。嗰種幾時都唔想見咖啡，我哋講可以搞嘅東西賣片片咧，哦，買個城堡啦，嚇，西模嘅嗰種，全部係賣片嘅。但以前咧有片嘅東西好賣，全部攞即個一丟。係啊，從我哋做起個晚些時間咧，你先搞奶，如果奶如果你仲係一日，安尼一粒一粒人嘅，你哋搞嘅。搞奶都可以搞幾久喎？一粒話可以可以拿去。嘅下課10分鐘啦，一啲呢可以拿去沾水，沾咪在溫奶，就溫你用伊找伊沾水。係攰起時，來時差唔多你按差唔多太粒啦，嚇。攰起時你變你個太粒啦，然後安尼差唔多滾可以滾1禮拜咧。係啊，無論哪安尼吼，像安尼後背都同床嘅火柴路咩，伊就會放嘅啲嘅奶，安尼都鹽啲嘅奶，吼，哪都中間裝備空嘅那一天然後一碟。伊都會包開來咩？都要用布啊，有啲人都用布用手，有啲用來用刀啊。係，嗰種其實覺得一種做起嘅嗰種聲音咧，真係都不法規度嘅形式以上講，乜個東西可以搞，用嘅以變化用嘅搞。嗰種等於講，像今日我哋小雞喺度通告地方，我認為講，伊太有兩個特色，第一個特色都講，伊也要材料都成塊地方拿到嘅，考慮從我哋以前吼。路方有棍的啦，路方有竹的啦，哈。後背啦，木後背都可以做嘅。東西好都可以拿到嘅東西都拿來丟，哈，也丟給他講丟出嚟嘅東西嚟冇。好，天然都講一種東西都全部係用這個議題發展出來嘅。好，唔係講賣片片咧，其他譬如我哋其他佢當然買什麼水牆啦，買個東西，全部都片片咧一盒，哈，全部丟好好。但是做起嘅東西材料天然。但是這個同手做。係啦，一講起來安尼做嘅東西啊，吼，安尼搞嘅天然嘅東西啊，攏安尼老祖先嘅智慧啦。因為呢，太本來因為搞嘅留下來嘅啦，一代傳一代啊。一代教過一代。係。咁像你幾時啫？譬如講，因為時間費嘅關係嘛，嗰個人都很易發展下東西。咁幾時啫？做出來本身研究時，一定都反應用嘅。中國都一定反應啊，因為佢下。發展人嘅下吼，嗰度生意咧啊，
更加如果太啊，过太啊，係啊，佢下東西也冇人多，冇人足啦，嗰種佢下安尼你做生意嚟做啊，做你個放棄啦。因為我哋講，即係嘛要見啊嘛要睇嘅嗰度嘅小學去教嗰種，我哋講環保同教嘛嗬。咁而家生意其實像以前像初中講嘅，以前嘅生意其實可以教嘛冇人多，好，而且嗰種嘅東西對你嚟講嘛可以接觸。佢而家生意咧可以教嘛，可以多啊手遊啦，乜東西。咁以推廣下嘅環保同教啊，呢懷舊童玩嘅時節，而家生意咧接觸程度樣嘅。話唔會差啊，因為像我哋個聯絡個時候一年有2學期咩，伊都有1學期會排，因為學會費會注重客家東西啊，因為會寫計劃，你像屏東市中正國小啦、林園國小啦，嗰度國小因為係有地，因為會上網看，因為網絡也有嗰個東西啦，因為看到因為會搶去教，其實接觸嘅細年接觸到嘅都可以歡喜，因為因為自家做嘅啊。因為我材料拿去嘅，如果人哋自家做，其實有啲位也唔可以講完全做起啦。唔過人哋按你嚟講幾好教，對人哋都幾歡喜啊。咁從唔知個其他發展咧，我哋那個懷舊同教嚟講嘅話，唔知個有分，譬如講初級、中級、高級嘛。因為有啲我看下來唔係咁簡單，唔係講像嗰種生意啊、簡單都可以，有啲一塌，有啲東西，像發展咧同教地方有分級嘛。有分，聯絡國小都對3年生、4年生、5年生、6年生開始啦。3年生咧，如果簡單一些咧，如果應個困難嘅啦。因為做啊因為我也冇看啦，因為做來嘅大半路做嘅來啦。像有機嘅可能個反應冇咁好嘅可能都愛聽書做啦。咁即個分中年期、高年期嘅吧？譬如講我哋現場中年期嗰時係教乜嘅呀？中年期嘅都講竹蠶，竹蠶，竹蠶。中年期教竹蠶嘅哦。我問一下竹蠶都你機關嘅啦，竹蠶嘅生意。竹蠶行啊，一出唔係講，而係要發現嘅地方喺哪裡？總我一直以為講係後邊嘅人哋飛呢個地方會遇上，都係喺乜嘅地方？而家主要嘅投放嘅嗰種嘅長膠啊。仲有點咩有得賣啦？我哋買嘅都用貨用嘅咱我哋裝嘅有個線嘅，都能又會發出聲音啦。原來嗰時我哋啲索嘅啲我哋個摩擦到嘅長膠，發出來嘅聲音，然後透過個線，然後透到嘅我哋講喺個竹筒嘅摩嘅地方。發出嚟聲音係咪？係啦。我一次都感覺到講，喺後尾竹筒嘅窗人嚟講 B B 一樣嘅點啊？因為飛呢個睇咧，嗰時以為窗人係 B B 一樣發出嚟聲音。原來係長膠嘅問題。長膠啊，長嘅有冇人記下呢啊？嗰個啊，你記下呢？佢都咩我用嘅。如果我哋摩擦嘅聲音啊，那我記慣啦。咁窗人哋即係，比如講我哋本身人哋教我哋呢個竹蠶嘅話。即係個長膠嘅部分，生意即係個嘛，還是乜嘢個？我哋愛先裝片，因為佢用貨行啊，用貨用比像水樣嘅人嚟裝。是叫你生意咧強個錄到啦，嗰種係大半路先做片嘅啦。咁生意嚟做部分係哪部分啊？都比挖，比硬。你做好以後，一路馬上都可以教嘅東西。係啦，係。咁其實就本身人教下東西，是隻。生意咧反應樣咯，生意你又種啊嘛，都我衝下，一擺看到伊咧搖，伊種佢都衝下搖。跟他真係有吵啊！係啊，線上嗰種線上有時就會講，好咧，你們可以吵人咧。係啊，而家生意拿到嗰種佢咩講會發出聲音嘅東西啊！嚇，一旦人哋講線上教嘅可以發出聲音，佢下課嘅時候，佢貴學教到全部人嚟聲音啦。係啊，因為你拿出嚟，那有啲撩人。我說但是其實，如果咁樣講，其實教人嘅東西一樣講，如果變成一個快樂嘅嗰種情緒。如果以前生意拿到係如開始那路走，那路吵，那路走，那路吵，對生意嚟講嘅話，又感覺到幾神奇。但是對嗰種人嚟講，反正鬼吵，但是嗰種
全部的气氛里边都感覺到嗰種鬼快樂嘅樣。係啊，因為細人嘅吼，要睇拜高端嘅東西啊，嗰種要過歡喜啊。嗰種冇像我哋以前都童年吼，如果有班嘅學教。係啊。而家反正學校又唔可以帶書記，唔可以教所有，但是一種東西要時常教嘅。一天拿到以後吼，即係上個一天下課以後拿落走，然後拿落嚟邊，然後時常都冇唔可以對用嘅，因為係時常教嘅呀。佢從3年生教啊，你做長個4年生咯。4年生吼，都有嘅沙包啊，有啲有買你拿針料嚟啦，用沙包啦。沙包洗咪最好啦。係啊，有啲嘅你吼，我哋愛洗過，洗啊吼，啊有啲鋪啊，都愛清茶片啊，茶底你醃啥醃好嘅吼，啊那冇都醃綠頭也可以啊，綠頭是特強啦，個蠻好教啊，醃啥如果個好教啦。係啊，因為沙包啊吼，像有啲嘅先生都講，其實沙包教沙包對成人嚟講話，伊可以訓練也會握力，嚇同也會平衡嘅嗰種能力啦。嗰個其實我哋講，以前我哋萬歲教嘅幾多嘅，我哋講通教啊吼，其實對早期嘅我哋講身體嘅發展。其實我發展的過後，有像沙包那東西，又冇傷害身體，但是你那天解放了，開始慢慢嘅時間，其實我開始慢慢的去訓練自己翻譯的能力。係啊，其實最重要的是用高石頭啦，黏嘅圓圓的石頭嚟教啦。黑人有沙包咧，冇裝做起冇喺度，全部用石頭誒，黏過嘅石頭圓一些咧。黑人那個進步嘅有買沙包那東西，係以前那冇那東西。咁用顏色搞乜呀？都體潮線素。體潮線素，佢係乜東西咯？體潮線素都以前我哋都講。係會雕公公啊！係會雕公公啊！啊，唔過唔係會顯嘅屋企啦，哦，嗰冇人夾。啊，嗰種咧我都做伊啲寫竹節咧。哦，啊畫伊啲面。哦，如果睇下你變來變去啊，嗰種頭髮有咩冇名稱啊？伊都講係會雕公公咩？雕公公係啊。唔講係去教生人嘅時節，生人都講先生，而家咧有咩係會啊？啊，伊都講啊冇都講體潮線素啦。係啊，而家生人啊嘛，大部分。看唔到係我當中通不人看過啦，但是體操選手我哋而家前一站嘅我哋那個電視裡邊常常會看得到。係啊，做體操啊，係咪？觀眾朋友，頭先我哋講話按照通教，唔知個要教過哪呀？下一段節目我哋開始嚟做一啲哦，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聯絡鄉嘅各東人、各泰國同人講，而家我教生人嘅快叫通教嘅部分。我想請問一下各泰國吼，像頭先我哋已經講到5年生嘛吼，嗰6年生吼，伊國泰呢，唔會教伊做乜嘅？都教嘅麥雅蓮嘅啦。哦，麥雅蓮。係麥馬人啦。係麥雅人。佢啊吼，早期是用乜嘅咧？佢用銅鋼嘅吼，嗰個飛樹嘅銅鋼嘅啦。啊！以前用眼線，啊，而家我哋用竹白嘅，竹白係，啊，唔過我先填嚟轉片啦，轉片以後就變嚟固天，採一些節嚟嘅竹片嚟填固天啊嚟啦，係，咁你佢講教空嚟，佢用嘅上元佢用啦，上元暗草，佢睇上啊，佢睇上咯，見到上元，哎呀，其實乜啊糖啊，乜麻蘭啊。早期呢，我哋阿伯嘅都係買麥麻呀，係麥芽糖啦。因為你鄉下咩安法啊，你用鹹得了哦，係嘛佢冇人睇條啊。啊嗰種都用我哋藥安嚟嘅。啊從嚟嘅文化人去買嘅時節吼，你從東江嘅咧，你買唔嘅啊？有咩同人買啊？如果係落酒嘅，人都啲講係買唔嘅啊。係啊，咯，嗰種上元即係糖酒嘅以後吼，你都啲講哎呀上元糖多嘅。你去買嘅東西來，嗰種像以前有時我哋買中藥嘅，我糖到嗰種菜嘅爐嘅嚇，嘅生意，而家我糖唔到嘅。然後講嘅麥芽糖嘅，不是用麥芽嚟，而佢真係我哋都啲也會買麥芽糖嘅原來。嗰陣時而家我講，我哋雙方嚟講，我哋喺早期啊，我哋嗰個用嘅人，你從我用到嘅東西去改變以後，變成。一種佢特別行業嘅一種生意，佢將頭都賣廣告，比如我哋啲麥芽人，以前係用嗰種
尼讲铜管的来做嘛吼。但更加无用铜管的以后，你会用哪个方法去改良？更加有咩去用飞树的铜管的啦，因为是讲更加铜管一树啊，改大，擘个管头管的都改大啦，改大型的啦，啊是讲有太细，啊面咧做出来生意都无共用，因为铜管有喷泡噶。哦，嘿。咁像个地方，唔知等于讲，譬如讲更加生意的哦，因为讲生意的更加高的东西越来越多诶，可以看到的东西嘛，譬如无像我哋以前嗰個太温暖的型安尼用诶。伊更加生意咧可以搞玩具，其实马个些人有。咁针对一部分的话，你即个去做我哋那个铜胶的时间，你就可以去做改变嘛。因为譬如讲啊，今日看到一个沙包，伊嗰种用我哋那客家法布做的吼。嘿，用法布做的，因为我哋代表客家人啊，嘿，嗰种都用客家布的安尼来做啦。嘿，因为以前我哋用我哋飛，我哋講梅布的啦，我哋冇那布頭啦，吼，去度去做的。但是伊那边改良迄个沙包，真的用客家法布一做以后，你怎么改讲哦？系啊，唔单止有些神有改讲，嘿，改大法布的啦，嘿，系啊，嗰個你看，像我哋一般嚟講嘅話，像今日我哋愛嚟試驗做一啲廢舊嘅銅膠啦，嚇，你係我哋做嘛？搞乜嘅廢舊嘅銅膠？如以前嚟講吼。年啊，我哋做起都講年啊，其實幾時乜嘅咧？如果舊式嘅啊，係舊幹嘅蓋啦，啊以前我哋吼從係喺啲嘅後背都台糖添嘅，台糖嘅火柴爐啊，我哋都冇鐵最後靠都拿一本火柴粘邊嘅啊吼，啊都拿嚟用擋兩下，啊都穿嘅皮料胎，以前都有皮料胎索嘅啊，穿嘅吼都可以綁嘅吼。如果呼滚啊！你即係講到年嘅事情，我都發現哇，有啲命啊，真係改叫無談過誒。然後你再講到講白嘅舊式嘅我哋舊改那些，我哋是用石頭嚟打平啊，因為我哋其實已經冇鐵記錄可以換嘅火柴去搞啦。嗰種我哋咧可能冇得按平，我哋用石頭去打以後穿兩個扛。然後都專門去做嘛的嘛，專門去面洗膜的啦，專門去洗膜啦，伊個生意都洗膜都八棍。哦，迄個咧是都拿嚟基礎啦，冇都兩個上邊，可能買嘢先團嘅啦。嘿，佢更加我哋，譬如講我哋改良版嘅年嘅話，佢已經更加冇嗰種生意會拿到嗰種我哋講舊式的吼，咁我哋而家用乜嘢嚟改良？我哋而家都用硬紙板，係硬紙板吼，而家有一啲噴塗啊，差唔多將係做嘅吼，嘅紙嘅陀螺啊，吼有咩去用嘅安尼硬紙板，啊只是講做呢太細殼，哦，啊係更加裝嘅咧都年咧都有5塊，煎5塊煎好嘅，用嘅拍膠去壓。用牙用的啦，哈，用我哋有更加有5塊紙板，好，然後用5塊紙板，然後全部用拍膠型染上來。咁等於講，因為紙板變成2塊2畫，即個好嘅塗料喺上面。係喜歡嘅塗啦。係，比以前要個好啦，因為以前譬如講，人哋就講呢個食的其實有台灣啤酒，冇台灣有米酒吼，有米酒，可是有大部分人全部上用，有啲人拿到黑松啤酒綠色的，哦，但是阿番你可以把這個好嘅圖形，係，這個歡喜嘅圖案啦。所以入邊有5塊紙板把它染上下，然後大量嘅扛，但是佢特別嚟講，一後來入邊都有加入一啲塑膠乾嚟用嘅咯。因為因為綁嘅時間啦，因為啊講啊線啊會離啦，綁久嘅會痛啊，嗰種都做嘅吼，安尼改良啊。嗰種等嗰種連一種我講生意咧高嘅時間啦，吼，伊係一種感覺如上係如上清楚啊，因為佢萬世成那有乜嘢，好高如好嘅。係啊，嗰種嘢啲東西啊，你愛為生意實上一下，因為有啲東西啊，呢啲嘅東西啊，我哋更加因為生意要少啊，嗰種吼，我哋愛保護人哋啦，盡量冇俾人哋有乜嘅傷害。嗰種應該一改良一安全嗬，一改良咪一神奇啦嗬。嗰種等於講啊，5片裝好以後，把它穿過去，然後把線穿過去，最尾再加上嚟一保護樹脂嘅塑膠乾嘅，好，然後攞去打結。
咁種也仲會熟嘅，要講可以長嘅冇，因為以前都講過奇怪，雖然你熟嘅話長短有差別冇。有唔一段啊吼，因為做呢一些事咧，可能放風嚟會做呢冇人夾，嗰種也要長途使用啊，有吃過嘅啦。我已經做好嘅，但是吼，其實我頭要先做啦，因為我個人工也會頭到創個扛啊個線啊吼，會花時間，哦，但是你也會當然講這個嘛做好呢吼，咁仲有你嘅話，我教伊到底係做乜個會開始做呢個講哦。佢做好嘅吼，迄些小朋友做好嘅，我如果嚟講一定要轉，先轉50徛，轉50徛，好50徛，唔係會教以後吼，冇轉直接放也可以啦，轉50徛也因為有教學嘅吼，放嘅去標放嘅標吼，如果正轉反轉，你看。你咩個厲害呢？哦，一般都成功嘅。我們是高高的吧？我遇到說手啊咧。我遇到小朋友哦，一下擺路啊唔會，有時就唔會咩都我係講係轉好嘅，當比較啊。好，我知啦，因為學我萬歲都一直講我講，亦都嗱做我咪轉咯，係咪因為講嘅索嘅係有彈性嘅關係？看好了唔係啦，其實都真係都轉喺嗰度，係轉喺嗰行啦，係，結果伊過來時就要轉一正轉反轉啊你啦。哦，係啦，其實吼，嗰種變成講，嗰種即個有把嗰度冇像我圖形嘅時候，佢轉嘅時候也要發條啊，如果過講啦，從來都把伊啲嗰件人嘅量嘅時候，我看好了就存量嘅時候。嗰種東洋我嘅片嚟發個食冇同樣嘅時間。如果嗰度啦，食一度啊，吼，你一度食啦。其實像我哋嘅話吼，其實對其他生意嚟講，如果可能因為講呢種東西唔像人家嘅嗰種法律邊樣樣，但是真係樣講咯，有些生意吼教東西都係，有些可以轉型，然後亦可以比如有啲可以發展，也要輸啦，也要專注吧，也要注意啲個轉型咩嘅地方嘅話，其實伊都算一啲規劃同教。係啊，而家你可以有時間會上講嗬，按樣去做，能會鬧，還有能會學教。咁像我哋同教嘅話，其實按你上行嚟也發展行嚟，像以前人哋講係用我哋咧舊硬嘅嗰種改嘛，嚇，嗰條其實馬里啊，馬下唔方便拿到。聽見都講，從變成一啲嘅我哋講硬紙板，嚇，去合行來以後，哦，其實一般咧我哋睇到卡時節都可以自家做嘅啊。對啊，做啊，嗰種係睇本學去教嘅時節，我會同先生講，喺拜學將我哋唔都可以教。因為夜晚咧飛書嘅硬紙板凊彩就數得多啊。因為人咧嗬，從病嘅嗰度啊，空病嘅嗰度都可以嘅。唔是花嘅錢，雖然又好教又好教。因為喺歌場地方，因為其實今日我哋因為節目嘅關係，嗰種我哋嗰度剪輯嘅嗰度歌場全部都上下來啦。但是其實像同我哋東洋講嘅，因為我哋平常拿到紙盒嘅地方，先把人，好人後開始嚟剪，嗰種聲音嘅個聲，爸爸媽媽可以先嚟剪，剪好以後抹圖。我對你是講係啊，嗰度人哋會上我畫嘅，像我如果畫個動物啦，畫個水果啊，佢咩比人哋是個發比。係啊，這個畫圖畫好以後，5塊田人平下，好，按你嗰有啲盤圖啦。係，我要盤圖。做乜我要盤圖咯？因為你太強啊，嗬，做呢時間啊。你強嘅人綁都綁唔會轉，冇嗰種重量，係冇重量啊。五片嘅話差唔多，嗰種5片裝好以後，有啲盤土嘅大量嘅卡，先穿過去。你好呀，係啊，你好教，所以生意咧係我唔係教，因為我上邊啊，唔過也安全啦。係啊，而且你可能見到我哋疫情嘅時間，前一站嘅那個生意完全睇碌卡做即上課。像嗰啲東西其實都幾適合講生意嘅，同爸爸媽媽玩都睇到卡。互通啦。去做嘅東西，第一也要成本幾大，聽講而家東西可以講碌卡全部有，睇你啲人碌卡而家多多少少都有嗰種變合嘅。係啊，好安全啊。好安全啊。咁種唔知個發展按度嘅同教嘅過程地方啊，唔知個有意味講，有哪東西係最好？其實最好學美方就幾好，可以好教啦。有冇講哪講特別好啦？反正按啲東西啊，吼，即個歡喜做嘅啊，
你上个面你就该好。其實對嗰種人來講嘅話，萬世時節可以即個用手去做嘅啊，吼，其實可以得到幾多無窮樣嘅一種神奇嘅部分哦。休息一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自屏東林老嘅東陽哥，同人示範講用綠卡嘅紙盒嘅做成我哋嘅泥泥啊！我想問一下吼，因為我哋講，你這個唔單止搞生意呢，冇會搞我哋嘅太陽啥，你聽我哋生意點樣好，講我哋嘅泰國太極，像迄個泰國太極哦，伊這個萬世本來都搞安尼呀，咁你搞嘢時節。伊真係心情用嘅，你不感覺到佢搶冇？你對佢種幾多萬世時節用嘅？係啦，因為你想哦，有話要看得到安尼東西哦，係因為我像安尼吼，又加沙期嘅關懷基點啦，總好都老人家65歲以上嘅啦，啊，因為我去拜課場吼，拜因嘅看到吼，因為都幾歡喜嘅，因為我去做嘅時節吼，如果帶到18那個邊嚟教吼，安尼因為都幾歡喜啦。啊！有看到安尼吼，早期嘅東西啊，都更加還要留下來，好難得啊！係啊，伊記得我想到講，哇！呢種我哋萬世以前教嘅呢，吼，冇想到我哋講實在阿老嘅萬可以在教到，實在是冇見我感覺。即係像我哋呢，我哋講早期嘅嗰度老人家話，你不帶哪一種嘅同教去教一點啦？台本都做過困難嘅啦，你從族人啦，伊啲咩係進階班嘅，係咧，啊對你嚟講冇問題啦，冇問題，因為我轉嘅地方，佢愛記愛轉，你呢自家在做嘅哦，因為呢要做要拿到記嘅地方，嗰度呢都我自家做，萬一我要成片嘅嘅嗬，呢都佢數去做嘅，唔算係個度。即係頭都講嘅族人係哪呀？幾多個族人？係，咁種族人嘅話，而即個發幾種會發出來聲音嘅人嚟係乜嘅咯？都確管啊，族嘅聲音啊，其實族嘅聲音都嗰吹啦，唐風來吼，唔會唱嘅安尼乜麻人安尼，嗰吵，係咁你啲乜人嘅聲音都嗰個啦，嘰哩咔啦嘰哩咔啦嘰啦，啊嘅族人嘅聲音曲聲，但是有時唐叫話佢吵，係啦，啊一熟嘅又聲音都一吹啦，係一吹，係，咁種唔錯我講，連機嗰啲東西都一定要做，係，咁種這個本身。搞好研究吼，你這個有嗰種印象幾深嘅一個事情。印象幾深嘅都有一擺吼，搞5年前嘅小生意咧吼，都搞嘅體操選手啊。有啲小朋友咧都同我講，先生啊，我要多做個一啲啊。我講做乜嘅咯？如果我哥啊以前有做，5年前嘅下有做啦。啊做嘅咧，伊拿過去嘅，伊看到嘅都。像我教啊，你推下過啲長啦，啊長嘅咩，長嚟長去都撞壞嘅咩，結果都被阿爸媽嚟啦。啊嗰度更加有安尼考嘅吼，而家有成咧5年前嘅啊，啊如果做到安尼體操選手啊，伊講我做家啲我比阿哥啊啦，啊冇鬼費事啊，即係講以前比較快嘅，而家做啲玩意啦，都係仍然係可以做嘅。咁像我哋唔即係喺教學嗰時啦，譬如講好多人講。種我哋咧阿公阿婆，即個以前有教過嘅，而即個我即個記錯冇。種新人來講法，你係要準備一啲材料包，你批好嘅材料包係咪？係，總好我哋材料包安尼一包裝好嘅，啲嘢伊哋都一項拿出嚟安尼掟。好，你譬如講我哋討論講嘅體操選手嚇，體操選手，而即個譬如講要做片，像我哋家邊嚇要做片，有到嘅。做機嘅，然後有一頭嘅線，全部都貼皮好好。係啊，因為個體操選手愛行啊，愛行啊，人哋慢慢啊，你冇慢慢哦，冇呢啲彈性啊，啊，唔記有到個竹擺吼，個竹片啊，細行嘅，啊，唔係講本身嘢轉唔來啦，嗰種我先轉片，轉嚟啊，都變嚟去組合，個合以後呢，啊要畫一啲人嘅啊呢。嗰時從嗰種做嘅慢慢片，即係先係行版嚟嘅。先行片咧，先行片咧，個行嘛是先係大片啦。因為其實做嘅愛是專行冇安人嘅。所以你可能冇安太啲。係啦，唔咩冇安太啲，因為你拿嘅呢
攻击啊，安尼做呢啊，可能无按顺序啦，会行到要转到数，嗰种系睇本路哦，转片的啊变嚟去做。甲像安尼做材料包的嗰种想法吼，其实佢现今的，因为佢嗰时候讲，因为讲，人家佢常看到係材料包，不过佢安尼去做起冇安尼材料包安尼东西啊。係啦，做起。但是我当初我想到讲把一道通告变成嗰种材料包的形式咯。因为我做研究的吼，因为名女啊，他跟伊要看，啊看到看到的，因为你会同佢听啊，啊听的啊，你要做，哦，有时间一来有几百组的，嗰种系平常喺有限，我先做片，用我哋材料包，啊无你散几笔的哦，我煮啊，可能我煮唔出来，係遇到意見家吼，一到我看我哋講說明書哦，譬如講一做嘛嘅二，做嘛嘅三，做嘛係咪遇到意見啊？係我對唔好，係我對唔好，係因為呢，你又講路見地我根本唔知乜嘅東西，好，嗰時當然我知，一聽我對唔好，因為唔知講乜嘅東西用對嘅。像我而家現場啊，我哋一種間嘅地方啊，有一種機器人嚟用啊，呢啲乜嘅東西啊？佢好攞到牛郎啦，牛郎係。因為他跟牛嘅感情幾片沒？係，因為啊吼早期啊，我哋老祖先啊，種個頭腦個好，因為我買嘅銅人啊，個貴啊，銅人一粒吼唔會少錢，啊我哋老祖先講啊，伊哋都上路用嘅，我哋做鋼嘅，哦一種嘅掛牛嘅吼，安尼曲曲，伊行路曲曲啊，都唔會講啊，哦做嘅就全唔到牛嘅啊。係，咁其實一位牛郎看上來一位。結構其實夠複雜嘅嗬。也唔會講夠複雜啦，只是講我鑽嘅條啊嗬，我熟嘅條個困難條嘅啦。嗰種嘢呢，一般人係冇得教啦。冇得教。咁從一般來講嘅話，從你這個其實講我做嘅東西其實夠麻煩啦嗬，但是有人來同學冇？有，因為像安尼有啲先生啊，因為人哋像我安尼東西，因為已經樂團啦，從加一擺去年嘅加二嘅樂團。有啲樂團哦，嗰當佢先生咧做嘅啦，啊，因哋都有看到安尼東西，曲嘅東西，吼，啊，又係有乜人嘅定，如果嗰度東西如果有上癮咧，我結合啊，啊，嗰種人哋都整場吼，都嚟請嚟，哦，嚟當嚟都卡，啊，嚟都拜做個拜啊，東西裝啊，都教因哋。因哋吼，中國都教我嗰回事。咱嚟講話從嚟吼，其實你看啊，從頭到尾的那個族人啦，好，的馬雅人啦，好，的牛人啦，其實還有我哋那個，我哋講非那位人英係族差嘛吼，其實伊發出來嘅聲音其實真係冇相同嘅吼。咁對於像有啲位，我哋講有啲位樂團嚟講法，其實有一種我哋講一種嘅節奏啊，好，無如講一種嘅聲音，其實。可能真的可以變成一啲，比如講，可能可以變成一啲搞演奏音樂的一種方法咪？係啊，嗰種人哋教呢都安尼，都幾樂團都安尼轉上來，安尼視察來按演來。係，因為其實安尼人家講，我看到牛郎啊，真係話第一擺看到牛郎喺網上，但是那你一講吼，我都發現說，安尼真係可以衝啦，因為其實以前買嗰種銅嘅牛郎根本唔可能按貴，因為其實人咧買我花很多錢買啲銅嘅東西掛喺牛嗰邊，其實咁做嘅可以做，哦，效果又差唔多，快啲佢又開始重新做一啲，又好啊嗱。係啊，嗰種嘢呢吼，因為要做到牛郎呢，要咩講我哋去參加嘅呢學會去辦呢文化資產調查，伊嘢都問老人家咩，你家去問啊，可能你有留下嚟乜嘅東西。啊！伊就會講，講嘅都係我要問到一家，伊都要講，我哋揾細路個要看過牛郎啊，伊都同我哋講我都咧想我按樣嚟做，伊都要講嘅大部分咧，安尼嘅動作啊，伊都同我講，我都古來都印象，像我呢種都安尼做，嗰種都有安尼動。嗰種其實係種客裝普查嘅時間，去問到啦，嚇，嗰種。其實蠻多時間，那係用再講嘅冇辦法。冇。嗰種其實唔係用上到講，可能多大運用嘅，發出一種聲音，從佢講緊嘅聲音。嗰可能即係去編出來，然後去設計出來嘅。係。佢突然如果跟拿出來，然後有門叫阿伯講，係咩樣嘅東西啊？伊如講差唔多啦。差唔多。佢現嘅兩片嘅嘢啊，吼。也有可以講像魚嘅樣嘅，係講嗰度造型啊，係個樣式嗰度啦。係啦，幾多個？我哋講
个有一些的啦吼，你比如讲摕咧黄的啦，摕咧某东西可能反正干的割个啊，两边割个迄个上瘾啊，空用啦。安尼割风就够简单的啦。系啦，佮割叫，你早期可能大量有用安尼东西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有专业专门去摕嗰种割的地方，比如讲摕咧牛的啦，摕咧黄的啦，吼无像东西变咧个油的东西啦。但是其实安尼看来，我迄个讲啊。功能共用啦，共用啦，共用功能。可是等于讲，你把以前的东西慢慢看过，然后用新的方法把它重新做出来。嘿，我觉得真係冇簡單咧。冇啦，因為係要考究啊，嗰種安尼吼，嗰度安尼改良嘅都係安尼，如果是個吼有係有個上講按樣嚟做，吼，你像個吼竹蜻蜓來講，你像用樹安尼弄咩，啊係更加用個塑嘅電咧吼。棒嘅佢要個果比個果，嗰個好搞。一看我看什麼我先想講，從東洋國萬歲童年時光係咪鬼跳啊？因為你即個嗰種安尼講，想法裡邊吼，鬼度係鬼神奇，鬼快樂嘅一個成分嚟吼。啊，你考究啊，反正都你講教頭班你都講咩教嘅都是咩？應教。係啊，教嘅都是咩安尼？啊，其實啊教啊哦，你真是有專心咧壓方嘅東西，其實都教嘅都是啦。其實節目嘅最尾啦吼，想創乜嘢下？如果像這個意味講，像安尼同講啊，你而家時代進步嘛，安尼嗰度玩具有幾新嘅玩具，跟這個意味講，像安尼嘅傳統嘅懷舊嘅同教，有乜嘅意義冇？其實意義是有啦，因為安尼做安尼東西啊吼，太本來。又有用上到頭腦嘅頭啦、樹啦，哦，嗰種安尼時間去特別有手腦身心啊，樹腦身心都綜合四項去結合，那有法度做一項東西啊。懷舊嘅同教唔單止係代表一個時代嘅生活，同時伊嘛算起來，嗰個時代地位對於我哋身邊嘅東西嘅利用，還有伊個機制，還有伊個精神。今日感謝我哋呢東洋國人嘅現場同講安道懷舊同教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各位觀眾。